朋友你好，今仔日是5月24，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大力推动港版的国安法，引起港民不满。香港的《苹果日报》也发起一人写一张批，向美国总统川普请求援助。今仔日国内无搁增加新病例，防疫记者会头摆伫垦丁举办，民众馆长望陈时中这蛇通带动当地观光。高龙部规划安心旅游草案，按算若自由行，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团体旅游一个人逐工贴700块。中国大力推动港版的国安法，引起香港的民众是真不满。下晡有网友发起游行上街头抗议，警方专用催泪弹和香蕉喷雾在赶人。那香港的《苹果日报》也发起市民一人写一张批，向美国总统川普请求援助。另外，上尾任的香港总督彭定康也签名谴责北京。警方发射催泪弹，并且对群众喷环境喷雾，甚至出动水炮车甲装甲车。中国这边已实行港版国安法，互香港人烦恼未来会向凊彩乱靠颠覆国家政权，实施恐怖主义这罪名。而是下晡行上街路抗议，伫港岛举行反国安法大游行。游者拄到武汉肺炎疫情期间禁止集会游行，抗议民众互警方驱离，双方发生激烈冲突。One country, one system. Hong Kong is dead. One country, one system. Hong Kong is dead. We must stand up and fight, and to let Beijing know tha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 And today, more than 1,000 Hong Kongers gather on street again is to prove that we will fight back. 除了行上街路抗议，香港《苹果日报》发起一人一批救香港，号召网友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并且写批留话，请国际关心注意。而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23日发起联署，谴责草案是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加基本自由的全面打击，也公然违反中英聯合聲明。國安法或者呢個送中條例，因為大家都係本着良心、公義嘅出嚟。要求我哋要翻去原本嘅香港，有法治、有自由。不過，港府議員還是明烈反對，認為只有要分裂顛覆國家的人，才需要煩惱受罰。保護國家安全對香港而言，仍然是中央最終的權利和責任，使得這些人反中亂港的企圖不能夠得逞。去年港府一度想要修改逃犯條例，將政治犯引渡到中國，引發激烈的反送中抗爭。時間過了1年，中國政府通過香港立法會直接訂立港版國安法，外界煩惱香港言論自由會遭受嚴重威脅，甚至一國一制時代恐驚會提早來到。記者陳紅華報道。咱國內疫情繼續轉好，防疫指揮官陳時中今仔日閣宣布講，咱無閣增加新的病例，目前有414個人解除隔離。防疫記者會是頭擺刷去外縣市舉辦，民眾館長潘明安是希望透過陳時中，會使行銷當地農產品，帶動觀光。防疫記者會頭一擺佇外縣市舉辦，也毋過場面攏無變。防疫小組每一個人的中方攏扛着假棒。指揮官陳時中就宣布零確診的好消息。我們今天仍然是沒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計我們現在有414人解除隔離，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在醫院裡面的話，就是剩下20位，也祝他們早日能夠康復。防疫團隊兩港前的墾丁旅行，佇墾丁大街吸引真濟人，防疫社交距離真歹維持。也毋過，陳時中也是呼籲盡量維持。連續6禮拜攏無本土病例，也讓防疫團隊有信心的宣告國內旅遊真安全。我們還是鼓勵我們的國人，現在其實我們國內很安全，真的可以出來走一走。那只要就像指揮官所說的，例行防疫新生活的幾個要點，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不行就戴個口罩、勤洗手等等的這些的措施，國內真的很安全。台灣疫情累落來，反過來看國外病例數繼續升懸，和防疫小組唔敢大意。國際的形勢真的非常緊張，那每天都約以10萬的確診的個案，這樣在進行，所以在全球累計的個案到現在有533萬。也因為台灣疫情相對穩定，民眾對防疫小組非常的熱情，各縣市也相繼邀請防疫團隊蒞臨。記者綜合報道。
武汉肺炎疫情是冲击咱国内的旅游业，为着推广防疫新生活，陈市长伫周末是去垦丁拼观光。那台南市长黄伟哲嘛招陈市长进去台南佚佗。另外，含金门同齐推动互惠旅游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讲，也双手欢迎部长来新北市旅游。为何部长陈市长带队到垦丁冲观光，果然冲出真悬的人气。伊行到底，领调部队到底，但是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严重的景点，唔哪是垦丁，台南市受到1968 App 领调警告影响，游客嘛减少真济。互台南市长黄伟哲向中央发话，希望阿中部长嘛会当到台南去佚佗。台南风光水、山光水色很多旅游景点，那也期待陈部长来帮忙来做一个行销，然后让全国民众都认识、了解，进而肯定台南市的许多风景名胜地区。对黄伟哲的邀请，陈市长表示，只要有适当的安排，嘛会想要去台南佚佗。面对疫情大大稳定，陈市长倾心喜欢推广防疫新生活，佮希望先甲国内旅游做好，甲金门做伙推广互惠旅游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嘛也双手欢迎陈市长。不管是陈时中部长，或是中央任何官员，甚至包括有名的对我们新北市的代表，能够促进这样一个形象的观光，我们都乐于谢谢他们给我们满满的支持。趁机会推广新北市，侯友宜对家己的观光景点真有自信。后疫情时代，各县市拢咧打拼，要振兴经济，各位中央甲地方互相配合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渐渐平静，交通部观光局为着进行国内旅游，的规划安心旅游的草案。目前是按算自由行，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那团体旅游一个人逐工贴700块。不过详细的方案和实施的日期，阁着爱讨论，看事办事。台东这2日因为天气真好，吸引真侪游客去行搭，大房率也增加袂少。旅馆柜台电话接袂离，因为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落落来，这2天台东袂少观光景点涌入真侪人，就连旅宿业订房率也明显增加。疫情趋缓就可以出来开始。我们一直期待，闷太久了啦。对，一直期待。所以6月5日节连续假期，台东旅宿业整体订房率更加是达到80%以上，大多数是员工旅游甲毕业旅行。好物质坚固的旅宿业者总算出现笑容。今年端午节的订房量，台东都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因为以往我们的端午节都没有满，但是今年预估应该现在目前为止已经80%以上了。为了进行国内旅游产业，交通部观光局定期规划安心旅游草案，像自由行拜日到拜五，每班补助1000，离岛部分平假日各增加100，团体旅游每人每日补助700。每团需要10人以上，每团补助上限3万。游乐园部分是每人会当免费入园1摆。一年的国旅市场大概在1亿6千万，那在透过旅行安排大概在2000万，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波的整个补助，它能够对国旅的市场有一些带动。另外，台湾观光巴士也规划2个人同坐1个人免费。有个整体规划会当带动524万人次出去佚佗，创造观光效益190亿。也毋过观光局强调，这个方案有完需要甲业者取得共识，还未定案。上路日期也需要看疫情来定，并且按照指挥中心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开斋节是对今仔日开始，主办单位是伫咧台北车头外口的广场举办开斋仪式。不过为着防疫，这仪式是分做5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参加人数袂当超过250人。穿着正式的服装，印尼移工来到台北车头外口的广场参加开斋日祈福仪式。不过今年的仪式顶头，大家人拢爱挂喙暗，而且爱保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参加进前嘛，必须量体温，进行手部消毒。我们希望可以给我们有活动办活动，但是我们会按照的政府的规定这样子。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造成各国相关开斋节不是取消，就是调整形式。虽然台湾的疫情相对较平和，但这个仪式为着要防疫，为下午6点到9点分5个时段来进行，大个时段人数无超过250人。主办单位乐见会当伫北车举行，但若是未达，嘛希望台湾政府协助。Kami minta
dari pemerintah Taiwan untuk menyediakan tempat khusus. Jadi ditentukan tempat khusus untuk mengadakan siar atau pengajian kami. 由台北穆斯林服务交流协会甲台湾外籍工作者协会合办这届仪式，嘛采用线上的直播，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买当参与，共同来为世界疫情祈祷。记者谢基文、林静梅、吴家宝台北报道。今仔日是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台北车头的外口是开放穆斯林办仪式，不过却禁止民众坐踮室内大厅的涂骹。民间团体就质疑讲，台北车头的大厅通互百货公司设柜，却无允准移工民众伫遮汇集单车，这表示台铁的公共空间早就已经商业化。印尼外籍移工参加台北车站户外的开斋节仪式了后，就坐伫车站涂骹，甲同乡朋友来开讲。警察进驻大厅4个所在，可劝车移工离开，要求维持社交距离。Penting banget karena di sini kita nggak punya rumah, kita hanya numpang kerja di sini. Terus kalau kita liburan, di luar ada hujan, ada taifong. Negara Taiwan ini rawan taifong, rawan musim dingin, rawan badai itu sangat banyak. Terus kita di mana tempat perlindungannya selain di sini? 叫着布条拍破限制，移工行入台北车站乌白街大厅坐伫涂骹，强调因所以坐伫大厅是因为台北车站餐饮店的介绍，移工无在条社会。代替进前讲，要实施大厅第摆永久禁止坐政策，引发网友23号条坐北北车大厅抗议。支持移工团体接线而来，这期公共空间早就已经无属于人民。那移工被排除在外，一般市民想要找一个免开钱的所在坐来单车，也是真困难。 后来没有座椅之后，这块已经被出租出去了哈。你要使用的是4到50万的钱，为什么这个空间现在变成是用钱来计算？等到下礼拜过后，我们会透过聆听社会各种不同的声音。代替表示，大厅袂使坐禁令也未解除，会邀集团体专家学者来讨论安怎使用大厅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教育的消息。 花莲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和家长指控讲，要求老师和学生伫咧上课的时做防疫用的说文，结果伊却提起做公关。阁有老师也讲，伊长期和校长言语的霸凌。今仔日，就有部分的师生和家长伫学校的大门有白布条来订正，呼吁教育部要甲这种无责任的校长换掉。校长，换校长，换校长！ 花莲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甲学生以及家长总共70多人，24早起到特教学校头前抗议，因指控校长宋炳坤毋但要求高级部的老师学生利用上课时间做防疫的手工说媒，而做好的说媒反倒当做校长的公关精神的物件，互学校老师也看袂落去。家长当然很愿意小孩子去做手工香皂，可是我们当初原以为校长是要送给医务人员，但是后来却沦为校长公关之用。 学校老师另外也控诉，校长长期以来拢用话骂侮辱教职员，真侪人长期以来身体拢出现无爽快症状。即阵有17名教职员去看身心科。另外也有家长指控，校长捌讲希望有学生确诊新冠肺炎，家长感觉讲这款的言论是真含糊，因为教育部应该替换无责任的校长。 他在会议中，他还跟老师讲说，希望我们学校有2个学生得武汉肺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2个礼拜的有薪假，甚至还可以得到国教署更多的资源。请问一下，这是以校之长该说的话吗？ 对着老师甲家长的指控，花莲特教学校校长李氏并无出面，不过透过简讯讲已经向相关当局通报所有处理事情甲详细情形。学校方面也在25早起统一发出官方声明，其他相关的讨论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的消息，武汉肺炎疫情还未冻点，南美洲的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只是宣布讲，国家的封锁要撑到6月初7。那疫情也冲击到欧洲的经济。 西班牙有几若千的民众上街头抗议，要求政府要紧甲马德里和巴塞隆纳解封，因为这3个月以来，已经有100万人失业无头路。数千名西班牙民众提着国旗，有人开车，有人骑车，喇叭声一直响，同齐上街抗议西班牙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处理无好，并且认为，若政府早一点应变，今麦也袂有这么侪人无命。 Al final, lo que se han convertido es en asesinos de 40.000 personas, porque si lo hubieran hecho 2 meses antes, esto no habría ocurrido. Habría habido mucha.
即摆由西班牙结局派政党民生党号召，也毋过呼吁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莫路车。民众接近首都马德里，有人也穿爱总理桑切斯落台衫。真侪人不满要求马德里等大城市应该赶紧解除封锁，因为3个月来部分经济停止，致使近8万人失业。也毋过，位伫南美洲的阿根廷，是因为拜六新增704例确诊，甲6例死亡。总统费南德兹亲自宣布，延长国家封锁到6月7日，社交距离限制也爱实施一直到危机解除。Estamos en una pandemia donde hay un virus que no tiene vacuna ni tiene remedio. ¿Lo entendemos? Quédense en su casa y cuídense. Y traten de sobrellevarlo del mejor modo posible. 只是实在忍袂落去啊！美国加州民众摕着旗甲标语，行就首府沙加缅度街路，抗议各种抵触规定，要求比照其他州，针对社交距离限令解禁，还阁有重启商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20多天，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搁再公开现身。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是主持劳动党中央军委会第4届扩大会议，会议中是讨论讲要安怎提升核武的力头，以及保持国家高度动员的状态。规份输穿乌的，目睭紧紧看头前，配正手的动作，敢若是咧精神化声。经过20多天，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搁一届出现，主持劳动党中央军委会第4届扩大会议。 미국은 그동안 유연한 접근과 새로운 방법, 창발적인 해결책을 시사하며 기대감을 한껏 부풀게 하였으나 아무것도 들고 나오지 않았으며 우리를 크게 실망시키고 협상 의욕을 떨어뜨렸습니다. 美国甲北韩的非核化谈判，伫咧去年川金议会无成了后，都无任何的突破。金正恩今年1月7日宣布，袂阁停止核子武器的试验，甲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也若根据韩联社引用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伫咧即届会议当中讨论提升核战的威慑能力，除了要保持高度的动员状态，运作战略武装力量，还阁要大幅度提高炮兵火力的打击能力。 이제 세상은 곧 멀지 않아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이 보유하게 될 새로운 전략 무기를 목격하게 될 것이라고 확언하셨습니다. 因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伫咧4月20日发出金正恩病情真危险的报道，引起国际的关心。了后媒体阁出现各种无徛名的消息，也阁有无共款的讲法。一直到这个月7日，朝中社发布伊参加林肥料工厂完工的相片，病情危险的传闻才告一段落。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今仔日举行党籍的选举，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透早9点去新北市永和的孙氏宗祠投票，伊也鼓励党员着爱骨力出来投票。那副总统赖清德是转去台南投票。这届投票选举呢，各派系是拼甲真激烈，因为这结果会大大影响民进党未来的布局。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早起9点准时到投票所，这是伊回任民进党主席了后的第一场党籍选举。伊看起来心情袂歹，可能嘛是因为前几天拢在落雨，早起的好天气，互伊化为爱大家出来投票。你来投票，就是支持海派的人选。这样子来投票。不换台北市党部主委事情怎么办？ 副总统赖清德是转去到台南投票，台南市长黄伟铁等人嘛是专程陪伫边啊，因为现场排队的人袂少，赖清德嘛对伫排队，沿路拢有热情的民众向伊拍招呼，不过面对媒体询问，伊真低调无回应。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好不好？借过一下哈，谢谢。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这届民进党的党籍选举包括各县市党部主委、党代表，也有全国党代表，嘛因为会牵连后续的中执委、中常委改选，关系到2022的选举布局，各派系竞争之激烈。台东县党部主委选举可出现世代之争。 经过很多资深或者是中生代党员大家讨论之后我决定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义务，担任探锅的这样的角色。地方上不该是只有一种声音，而是应该要有年轻的力量来投入，这样才会让整个政治生态比较平衡。 高雄市因为罢韩，立委赵天麟甲市议员高明玲互相咧扯拼，争取高雄市党部主委受到大家关注。另外，台北市党部主委因为候选人互相指控贿选，中央党部宣布暂停选举。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唱国的稻仔4月份因为受到旱害，结穗了后，农民所发现讲，这田里有一半的稻仔内底全拢是拍切，那即阵也传出关山镇有200多公顷的田稻济。关山镇农民伫外摆里种3公顷的稻田，即马正在结账，准备这个月卖挂。也毋过有真侪稻仔却直直的徛伫田底，无像正常结账的稻仔已经坠落来，望起来扫伊的稻壳内底是空的。农民讲，这是受顶个月稻仔准备结账，却来一波寒流，造成稻仔无法度受阴，变成空心的。稻穗没有沟头啊，没有里面都没苞米啊。是在受孕以后晚上有低于17度的话，可能今年的那个空包蛋就会很严重。关山镇稻米面积有2000多公顷，目前陆续接到农民的回报，有200多公顷，拢有超过50以上空心的情形，灾害也在陆续调查中。我们所有的同仁都备战，在这半个月要把所有的受损面积做统计登录，然后要做勘查。台东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已经启动农牛灾害调查作业系统，各乡镇公所会当就网登录，县府将会诊资料，请中央协助勘灾，申请救助。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湾里的休耕产区最近有出现真大阵的车门亚稻虫，因为大雨是落几若日，这寡虫唔但甲田里的菜蔬食了，佮扫入去附近的客家厝，互当地居民是真困扰。菜园内底叶菜类全部拢被食甲一空一空，甚至有的规丛被食了。祸首就是这一只一只的车门亚稻虫，而且因唔但伫咧菜园内底食菜，也佮爬出菜园，爬起咧电火条啊，而且佮大量的爬入去厝内底，互居民相当的困扰。哦，有看到惊死的，菜嘛安尼啊，菜都安尼，哦，菜当拢食啦，放盐啊，放肥皂粉啊。都没有用。让它进去，结果它也是跑进去啊，全部都是。苗栗县万里镇最近被车门亚稻虫入侵，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品质。这几天连续的大雨，这个虫可能要离水域较远的，为菜园爬出来的状况更开始严重。镇公所已经接到不少民众的定情。这个休耕田在住家附近的话，也造成民众的恐慌哦，也造成他的生活不便。希望说是不是有什么药剂，政府来补助药剂来把那住家附近的这些农田把它做喷洒了，或者说要提早这些休耕的农民能够提早把它翻耕掉的话，减少这些虫类的一些在的繁殖。镇公所认为，因为今年天权的奖励，镇上收耕产园的面积为往年的100公顷增加到500公顷，收耕转做使用的立肥，拄啊是车门亚稻虫的主食。可能因此造成大量的拓种，超过差不多30公顷的产园受害。目前宣导农民加环境，也希望相关的单位会使协助灭虫。记者苗栗综合报道。嘉义民雄的历史建物一路酒家已经爬远真久，现任的厝主是决定要配合各单位甲翻修，除了要推广汉药文化、台湾药史以外，也要恢复这酒家早期的风貌，希望带动地方产业的再生。厝内结构材料完整的拆落来了后，小心的保存，等到厝修建好了后，要搁重新投档的复原。1937年兴建的民雄历史建物一路酒家，伫厝主、县府甲学者合作之下，要进行重新修复。我希望说未来能够把这样变一个常设馆，在为那个民雄的在地人或是要学习学生能够供为参观，提供的教学之用。民雄的一路酒家，伫日本时代捌是歌舞升平的所在。迄当阵2楼阁有铺下榻榻米的日本包厢。战争结束了后，嘛转手经营变做餐厅，一直到2014年才互即卖厝主买落来保存，而且申请文化部的补助，完貌修复。这个建筑物本身就是私人建筑，它从来不是公家的建筑。那这个私人建筑带有这么强烈的公共性，我们希望这个公共性未来在吴药师的跟所有的人的经营底下，它可以再给民雄人另外一个非常深厚的公共记忆。一路酒家目前是唯一留存伫咧民雄市街的酒家建筑。翻修的计划当中，除了要成为药史保存的场所以外，嘛会来提供空间，予文史团队来使用，而且阁会复原酒家包厢的样貌，要互这个旧市区的历史空间重新连接地方产业的再生。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
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中国地区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南部地区23度到29度。离岛地区22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为什么啊？这个台湾海峡分乌水沟？啊，因为伊就是伫偏哦，吼，参咱台湾吼东少啦，台南这中叫做深沟啦。哦。啊，伊水势较暗、较乌湿啦，所以咱讲乌水沟。是。但乌水沟这边伊就差不多会当到100米深啦。是。所以这个乌水沟伊是原底其实一个溪啊。讲俗语，听故事，捌台湾。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大电》。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大人囡仔，大家好，我是欢喜快乐无烦恼的蠓仔哥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就是佚佗米。佚佗米汉字写作佚佗米，罗马字写作吃一佚，科而佗，么一米。佚第4条，佗第5条，米第8条，嘛有人讲是佚佗米。囡仔耍的佚佗米真侪款，室外的佚佗米有放风吹、踢弹弓仔、打敲、拍干乐、抽风雷、捧竹田烟、抱裤仔等等。有的佚佗米敢若看名真正唔知影是啥，像干乐，伊是一种形像大粒田螺。在耍的时，爱用手啊把好按，才大力甲拍出去的囡仔耍。风雷是一种拄开始咧耍的时阵，声音亲像蠓仔飞咧飞咧汪汪叫，后来会愈来愈大声，像单雷声安尼的佚佗米。捧竹田烟是一种外形像田烟，不过是用竹仔做的佚佗米，是艋舺哆啦 A 梦内面看会到的道具。嘛是古早时代定定会看到的囡仔耍，阁有抱裤仔，是一种定定伫夜市仔会看到的佚佗米。只要摕黄裤仔，甲想要爱的物件套起来，就会使爽爽啊，甲奖品砸进去的游戏。啊，若是要伫室内耍，嘛有线仔飘、蝶珠啊，也是为日本传过来的剑玉。红仔飘会当用线的。嘛会当用伊的，线的就是甲红仔飘贴做一拍，耍的人轮流用手拎的迄张去线，看啥人会当甲上下面迄张线出来就赢，赢的人会当甲规塔红仔飘赢转去。伊的就是摕红仔飘顶面印的加刀、石头纸，也是军事枪击马炮来比输赢，看一摆要输赢几张红仔飘。溜。佚佗米、拍干乐、抽风雷、捧竹田烟、抱裤仔、红仔飘。即摆囡仔敢若剩一项佚佗米，就是手机啊。电视机面头前的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做伙耍佚佗米哦。今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我袂晓。